天是刘兄。 你的伤势了袂好啊！哼！这，曹公主。 是安怎要逃走？哦，是我去看到你甲水莲河两个伫咧往来，你是惊我去向去老大报密信，这嘛是无怪你的担心嘛。因为你错嫁设计伫咧这个顶天府，恁有30外个人，若想要逃走嘛是无遐尼诚简单，敢毋是？假使我若真是去向去老大报密。 伊一怒之下，若是派下军兵去抄斩就恁错嫁，迄人阵敢是？靠！嘿！曹公主，你机决剑不凡，却奈何不了我刘上天？ 你这丧尽天理的无稽之徒！慢车，慢车是相骂，咱慢慢啊来商量好。哼，甲你这款人有啥好商量？哎呀，楚公主，哼！错呀的不免啊！ 将
张公啊，再两金如此高我苦的甘心。也原来你。 你救春生，为了保全伊性命，令准河上分前庭。你好像有啥物代志拢知影？无毋对，啥物代志瞒不过就我柳松天啦。楚公主，我答应你。 我袂对去老大的石楼半过，但是你这样阵倒转去，爱将伊张公甲我放倒转来好。无啦，刘公啊，要叫我好。啊，你是咧安怎样啦？哎呦，真艰苦，我得要死啊！哎呦，啊，无你是哪里倒位你无爽快啦？我规身躯拢无爽快，上艰苦的哦，都是这啦。哎呦，是真是的哦。啊无，我去来你叫台上看卖呢。哎呀，等，楚姑娘啊。 唔免啦，我这款的病哦，大夫无法度通医啦。哎呦喂，无法度，我只有死路一条啊！长公啊，我嘛袂晓目睭金金看你踮要遮等死，啊无，我来甲你叫大夫来甲你看病啦吼。小等，楚姑娘啊，你若是要去叫大夫吼，我看是唔免啦，因为你若是讲啥是不爱互我死在遮吼，我有一贴秘方，比先生的药啊搁较好用。哦，啊那呢？你从你迄病甲我讲，我头来去照这个病来去摕药啊。迄真简单啦，到今年的差不多一罐吼，啊上好小鸡买一只，啊若要搁较好的是牛肉切2-3斤，安尼就会使啊啦。当这是啥物药啊啦？我老实甲你讲啦，这落
就是要做腰椎病啊，因为太久无食油葱吼，拢食迄个面头，啊，甲咸菜，说不定才会破病。啊！你若敢甲我讲的，大哥。 人阿爹也无伫个，你哪会去放伊走的啦？虽然张讲伊迄个行无像歹人，啊，毋过伊的结拜大哥是柳崇天呢。柳崇天，伊这个人实在世人真难以猜测，我永远都无法度通了解。 我即摆会使转去啊袂？拄则毋是讲叫你两天走，出去啦！安尼啊，多谢哈。哎呦，我甲在。是你原谅的，我袂听。小姐，你慢慢才会起性地，你听我讲啊。楚公主，虽然现在已经发现金表就是你的暗器哦，这件代志无遐尼简单就算呢。早晚伊是会查出讲你就是早死的新娘尹凤婷。弥母，我是水莲娥。 是尹凤婷的表兄妹啊！话虽然安尼讲无毋对，也毋过凤婷小姐已经是对你事情逃走，无定着伊即马是稳名卖姓，替出江湖。啊，那安尼你敢毋是尹凤婷啊？你是夫人甲你抚养成人的，你为着要报恩，当时嘛是你心甘情愿答应来要代价。 哪会知影过你半路去撞着夏油公主咧？既然夏油公主伊家己自甘堕落，而且又搁遐尼无情，哎呀，你何必着提锁伫咧别家己咧？人楚公主哦，对尹凤婷是一往情深。假使讲你若是假，这敢毋是讲一对的好姻缘呢？你若讲全行叫媒人去找啊，也无拄拄讲会像这阵的婚姻这么美满啊！我要来戳破！小姐，你是要讲啥？刘崇天对不起我，这是小可代志。我袂用去目睭金金，看伊继续助纣为虐。我要来去甲邱老大讲，刘崇天就是伊费尽苦心，世界找袂到的好好鸟。可怜刘公主将迄个兵器全部夺回来，可见
伊对老夫是真心的哦。丞相，属下认为这件事伤太严谨。讲来听看卖。属下有详细检查这批武器，一点仔就无少，也毋过2000多九。这武器大用的涂骹受到雕蚀，才生鲜变成废物啦。丞相，属下咧想的，刘崇天真可能要处心积虑，再故意答应要夺到这批武器。事实上呢，刘崇天早才讲这批武器是必成废物，夺回来嘛是无路用啊。阿舅，你安尼未免疑心过重。刘崇天，伊若唔答应，你讲伊毋是真心要投靠丞相；伊一个答应，你讲故意要处心丞相，安尼敢毋是叫人进退两难？哎呀，韩英，你还阁少话，对人对事你还阁捌眉头。丞相，刘崇天来投靠丞相，我看绝对另有原因。丞相，你疑心过重，是会失将梦，也想我分明才应当。咱招因现事来拜访迄个高拜酒宴，庆大公，拜酒来庆大公啊！韩英讲安尼有理，老夫即刻设宴来甲刘公主庆功。各位，今仔日就是刘大爷把迄批兵器倒转来，这杯庆功酒应该是爱先庆功刘大爷。啊，敬刘大爷，多谢丞相，多谢各位将军。水莲河，好大胆，甲单人亲自来甲我上路，来啊！站起来！阿姐，去老大，我水莲湖，我单独来到恁这个所在，都无想要活命倒出去，所以你唔免惊惊。我今仔日专工来这，冒着性命危险，是要来戳破一个人真实的性命。伊是一个伪君子，是一个不忠不孝的人，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奸细。你讲的到底什么人？